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翻书看复起来，喺暗面头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咯，係個貼係的一個來賓。伊其實伊係伊的我哋係咧睇岐山的好路人，但是伊加起我哋面容變成我哋客家心橋。但是伊唔可以因為講伊係好路人，嗰時對我哋客家文化感覺到歸向外啦，嚇冇得講感覺到佢排斥。但是相反咧，伊對我哋推廣我哋客家文化，有歸太嘅伊啲助力，同時嘛歸用力嚟推廣我哋客家文化。伊啲70歲時節，伊寫一篇題論文講我哋客家八言。伊唔單止係論文地位講述嘅講，伊希望我哋學習客家八言嘅過程，同時伊嘛幫我哋客家八言，你文化角色啊、社會角色嘛分析得幾清楚。我哋馬上翻今日來賓，我哋知我哋嘅面容嘅數言曲者來攞嚟欣賞，應該真好。主持人好，以及所有現場嘅觀眾朋友，大家好。研究者其實我哋聽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我哋都有講到講，其實做幾多事情吼，尤其係我哋咧推廣客家文化方面嘅事情，我哋啲講即個嘛要靠到幾多徵召啦，嚇嘛要得到幾多獎。你咪太有同人講一下，其實也10多年來，即個對家人我哋咧客家莊應該學會客家話，學會我哋開始學八言腔，你喺度參加嘅睇細細得得獎，好冇？太有講一下。哦，得得獎係。我講記嘅較有安尼，講新啲咧都我有參加嘅正港鐵人秀哈，比賽，比賽我呈現咧係咧客家文化得到高雄正港鐵人秀嘅獎牌，哈，也有去考入嘅街頭藝人，我嘛有得過嘅微電影的金甘蔗女配角獎。那還有就考證照啦，好像保姆執照啦，考化妝的啦，也個時間就因為李母政府的德政，輔導我哋也個養豬業去找尋事業第二春，所以我所有證照考清到，包括廢水處理的以及嘅可是其實除了證照以外，還有文化面的部分，好似頭先講嘅金甘蔗獎啊，像微電影嘅嗰種最佳女配角，還有這個講嘅嗰度街頭藝人嘅部分，還有之前嗰種客家八言嘅部分。我為此我發現到個這嚟講吼，你這個係本地係好路人啊，雖然講唔驚做客家莊變客家心橋，可是後來做嘅路係一啲客家文化嘅推廣。咁我想請問一下講，對你這個來講嘅話，一條客家文化，唔講係八言啦、跳舞啦、吹把戲啦，對唔嚟講，一條客家嘅文化係一定要我有乜個重要性？哦，重要性咧，其實也個就講我融入一個客家莊嘅心橋。第我就愛認同伊所有嘅文化愛學習，一出來呢，我哋學習嘅路永遠感覺講學唔足，我即講話，我係無學到像客家人，我哋也好多人咧，學習愛比客家人個像客家人，然後本人得到認同啊。所以呢，認同嘅有嘅安尼，我親能力，文化客家文化就講，我作為客家人，當然參與客家文化嘛，包括開始自己自講你看啲嘅高雄嘅安尼文物館嘛有我嘅相片咯，所以任何只要講一個客家單位文化單位有請我包括我去到澳洲。演出唱羅山歌，以及講啲民宿，同一個國外嘅客人，我一次就對客家文化確實就一直有 push 嘅安尼文化嘅過程。睇好來聽，如果你這個打從人嘅心地方，容易同你哋客家人啊。對呀，我就安尼想啊，你一直希望人認同當然也會感覺較冇自信，你應該可以自我認同啊，不需要講一定人來認同啊。你要做得錯，你已經可以對文化來做出來，各方面咧技術已經都有幾代加來到50年咧，那愛認同，你讓寫論文嘛愛認同，熟悉所有嘅資料來以後，這個確定。
认同安尼。所以在写论文呢，我也都意识啊多，我人生的过程，也都一个转折点。我都可以人论文地方啊，都可以发现到讲，其实这个除了像这个为客家班人本地迄个客家班人哈，同时这个客家班人的过程，好，同时嘛，后部嘛提到讲，这个开始客家班人还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感觉到有个特别的讲，嘛个客家班人喺社会地步、社会文化的国土啦，哈，也要角色，好去嘛分析得个清楚。当初怎么想要是去分析到讲客家文化体，也要社会性同，也要嗰种文化性的部分咯。哦，也去写论文，会去先提，会讨论上个啦，就因为伫八音度里，一出来得到人的认同嘛，哈，好希望我嘛个即个也深度的无信心，啊都就永远都学唔就每个欣赏，永远都安尼啊，但是个过程呢，你会感觉讲，我民俗乐，哈，我学扮演民俗乐。同学院派的哈，同还是讲永远感觉讲，我某一个理论呐哈，去印证讲出我一个东西活伫来，讲出个土里来，所以我人会转移讲到古时代哈，土有的文献、欣赏的资源，本来做伊个研究的一套的捷径，了解讲今好的东西，吸收文献的资料以后，对我的一个就讲我行的一条路的吼，咱从今我又出来做文化传承的，咱甘出来做文化传承啊，以前都唔甘嘛，就因为讲系唔前学我那甘咯，所以老师嘛，蔡翔老师嘛，应该唔可以出来学个啊，边学吼边教嘿，啊个有个创研学生的，无个创研欣赏啊，就安尼讲。所以今日感觉讲，既然蔡翔老师有冒出来的，伊就讲哈，文化传承的上火唔好传啦，意思的精神不可灭啦，哈。我想我呀哈也冇讲学啊过尾啦，哈，但是你晓又要得学八音的，哈。我嘅学的过程是不辛苦啦，今日可以融合民科啦，视乐嘅样我记嘅。我愿意拿出来同大家分享，所以我也得开班就是本个演艺协会前任理事长就讲出来做客家文化课程的传承安尼啦。因为可能提讲，其实喺天意嘅高雄市客家演艺协会嘅理事长嘛其实睇人原来地方嘛，佢睇啲推动啊，客家口说教育嘅部分。当初我想要去推动啊，客家口说教育啊。口说第一年嘅95年嘅时间因为我一次就大力从事xã區嘅志工包括清洁啦、文化啦、社会啦語言我拢會做志工。客家風那時候嗰時就有咩去送過導覽解說老師嘛，個嘅考試嘅老師、相送嘅老師，伊就邀請我，伊就在考試過程中，伊就講東門國小舉辦40年的周年慶周年慶伊話我去教口語嘅老師，有嗰種縣政府頒獎聘書本案中小學的就是那個志工文化志工宣導客家文化的志工，所以嗰時就我有一個證書，我有都到東門國小啦、美濃國小啦、美濃國中啦有需要我所在，我嗰時就唔敢講我係啲老師啦就用志工嘅身份我去輔導，我咪帶到東門國小小解說員培訓就一啲周年慶嘅時節就講俚語像我哋啦，做風三週當一講。做風3年當一當我就伊啲學生我就講，即小解說員就起一個石頭，就解釋一個俚語，本一到來訪嘅長官啦、貴賓啦、家長委員會、家長嘅度看安尼，得到幾多嘅安尼肯定啦。許多民農結種呢，就因為一個音樂老師係你好多年，伊就需要一個會講客嘅會做戲曲嘅老師來
帮他哈，填入性的一些指导配合，我就去美浓结种哈。100年的时候，喺高中也有办一个奖本啊，就讲来推广一个客家乡土、客家八音不一定来带学生的去口说艺术、搭嘴鼓得到冠军咯，还有去带你去唱民谣得到佳作的啦，这是选曲有关系啦哈。一个得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讲个搭嘴鼓的哈。哎呦，我演出前的伴奏时哈，伊咧学生的小妹妹哈，伊咧学生的足牛多呀啦，行路唔会行的，我用的咯。我会给陪同的老师好多年的伊都讲加迄无办法比赛，我唔怕，继续上场，但是我剧情改一下，就跟学生的呢。就拐呀拐的，一摆脚慢慢的拖啊先哦，得到冠军呢。而且我看到也假头，还是么的，还真头。真是真头就那个大牛二牛都讲，哎呀那个小宝你干嘛那么慢啊？都节目要开始了，我们要去参加比赛啊！就讲足牛多呀，我就把他真实的情况就前置作业就置入，那他就由他们2个在带动他还是在那里。那个讲结果冠军那一次校长就很高兴本来我是用文化志工去帮忙，那校长说这个奖金一定要给你，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啦，推迟不了，我也就接受了，给了我一个奖状，给了讲总社会的口语甚至在社区总军沙旗我嘛还有呢，我都常给时间我的职工5千收视5千收视我得到高雄县杨秋兴那时候杨秋兴县长的一个绩优志工奖，可以困难的啦5千收视以上所以整个歌场第三期总军沙旗我嘛是伊咧培训的种子老师一次包括今研究所毕业过汉的我嘛同来头个大家都沙旗对那个银华组的老人家我教伊客家八音响板带入打击，给他们打击，活化他，延缓他脑部的退化，这就是一路来参与的沙旗佛教的一些的导览我拢有参与安的歌唱。可是睇下团体班，我都发现到讲，我哋研究这个色彩嘛嘅事情有会做，而唔可以因为讲伊係好容易會因為講對我哋客家文化有啲距離，但是相反呢，伊過大力、過用力咧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喺當陣冇我哋研究這同人哋講，伊係開始用嚟做我哋客家文化導覽嘅工作個。休息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係來自美濃嘅研究者團嘅說明講，以希望去推廣我哋客家嘅口述藝術嘅教育。我想請問一下研究者因為頭先有講到講，除了口述藝術嘅教育以外，另外要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導覽，可能解說員嘅部分。因為我哋講其實繼續人唔係講我哋講，乜嘢會講，好多上去講。其實有一天呢，其實今年啦，都開始有一個證照的考試啦。佢當初你做解說員嘅時間有去考試嗎？有。我有考的時間就國用員體給的導覽解說考試。在考前我有去美濃的客家文館做文化志工解說員。解說員那裡的上完課以後，是真正的培訓都喺實踐大學。有上嘅8個小時嘅做一個導覽的培訓課程讓去考試安尼。咁即係因為講，其實像上課以前，比如我哋講導覽介紹的一個上課上課以前同上課以後，你即係對導覽工作一部分有乜嘅感覺到有乜嘅差別冇？差別當然有啦。喺還唔前上課前呢，我哋做總嘅槍。
闽南客家文化文物馆的内部陈设的导览并规个闽南的大环境，反正脆骨啦、老街啦也都闽南的做中政府啦也特色。但是安尼那个培训呢，上课的课程都里也会教你专业的安全问题啦，就是讲你在带团遇到危机的处理啦，应该面对风险啦，较随真实化的伊较有安尼脉络不你干嘛讲很有专业的一个上课这样。因为假如等于讲，伊希望讲一道培训出来考过试好嘅导览人员，其实对咧太方向嘅时先讲嘅时，咱讲到细地方，有啲人可能讲，可能太历史唔对，太地理唔对，咱注意到单方面嘅东西嘅时间，如果发现其实讲嘅时米的人我变成冇重要，像咱哋导览迄个话，你这个有带团出去冇？有，我带团过多，我甚至本来的印象过深的就给北埔语的实践大学的老师在教客家文化，伊在写一本书个书肚里就是伊会做文化的研究，就讲考证也个东西系咩客家人的东西，年代。闽南也是所在用的北埔，所以伊来是透过文物馆文物馆的主任就请到来。请到来时，就带伊去请祈祷，做嘛？也个老师本来在导览肚里你会感觉到伊咧尊重啦，当下的导览跟人家互动伊对你的尊重，伊对你的专业你会感觉有成就感。所以老师对我当面的礼遇够客气，甘肃都讲爱个真心用心，带伊田地奉送祈祷的采访，文物的安尼，不伊得到过满意的伊爱的东西就爱离开者也安尼本来的导览费double 又伊还通话感谢讲，感谢我帮伊熟悉的安导，伊感觉讲伊满意的伊所爱的东西伊的文章书写出来，伊会寄本也有同伊翕相的，就伫伊的书房出现咧对伊讲的文化，有得一起那边，那伊干嘛名下所以感觉个无形中你会有一个受到尊重的这种感觉，你会高兴啦安尼啦。因为也部分的问题如果像研究这团的观众朋友再说明一下讲，譬如讲人家成为伊的有这个导览人员那么因为讲今天伊的人来讲的南埔了无讲去唔单止去闽南啦，可能去六队的地方，做嘛个最好去抢伊的专业的导览人员，做嘛个讲。这个嘛可以了，宽恕伊了，但是做嘛来讲，像伊咧专业要导览人带伊去搞一件事情，我比这个去宽恕来个好呢。你也有专业的导览员地方性的导览员，也个人可以用最快的时间，规格的时间，我认识所有的特色。是咧特色，规格由你去选择，你唔会讲也来行几行，浪费嘅嗰度时间啦。时间就系金钱嘛，像伊咧导览员也人格的那个训练啦，更重要一点。你低你就讲低，唔低你莫加低，个更重要的一点。我曾经嘛有一个印象过程就讲。带团带团有前面的3天2夜，3日的导览，第2日咧讲下来，伊就唔敢上床诶。为做乜原因？因为来的人客，伊全部都系有抢人的同学，全部拢医生的啦、教书的啦，全部都水准过高。那你伊导览时，伊发福林斯的。人唔好谈有的要面对客人伊都唔好谈我像我去听个庄主就喊我的时间，我接接的时都有一个李伯就讲，有的人伊导览有考你算了你的你的长途多用你的讲的东西人会信所以有一个乡里的可能都高数啦，好个风太好高数前伊的导览也就针对黄蝶翠谷的讲一些也可能比较轻佻，也就随便这样的。那个在给刘教授的语度里，伊就咁讲，
不够对人不够专业，也不够负责任心，所以伊都靠我，用相同的问题都靠我。伊就讲，刚唔讲黄蝶翠，当然人来也了哈，伊啊山庄的黄蝶翠谷，那黄蝶是属于什么的蝶？我说哦，黄蝶是流蝶哈。那在美浓有2种蝴蝶哈，那我们导览员你也可能只知道大概的文化，深浅如果说一个教授他的研究，哎呦，他是你来源怎么样，他都比你都了解更多。所以这次人家就讲，我的美浓都流蝶哈，还有一种就彩蝶，它就10月、11月的时候会过冬安尼，看我就蝶哦，蝶跟人的成都过安尼。我刘那个这位先生，你贵姓？一共以相留哦。那刘先生哈，刘大哥，你可能对黄蝶也讲，我有去啊。然后安爱就赶快就把带着队就拿着麦克风就同大家讲，哎呦，俺的有意的哈，先从有的来宾贵宾啊，对俺的黄蝶也的啊。宋氏啦吼，药品啊又够了解吼，够深吼，俺哋来倡议吼，来同我哋深入的技术，俺个都麦克风就搞不易，搞不易伊就讲顶多地方性的他也讲来2分钟、3分钟，他就把麦克风还给我，那我就说俺哋来个掌声感谢哦。刘先生、刘大哥哈，本来送伊的课哦哈，我专门感谢伊哦哈。那接下来我就继续讲，他就不会一直找问题在那个。所以这个带团的时候，有时候你用真诚的把你所知道的安尼讲，你那没有出现一些的不一样的事，因为安尼底唔足啊。因为讲。其实讲唔要讲抵唔足啦，但是你攞一抵嘅东西沉沉浅浅，你抵嘛，而且也翻不一谈。但是係沉，但是你都發現到講，其實你對到我那個突然的工作嗰時，唔會主動用嘅人，真係唔掂嘅。可能係那部分嘅生物界嘅教書啦，其實伊對可能面容唔熟，但是你對講用入嘅，可能都過抵啊。但是其實我哋都承認我哋學抵嘅部分話呢。係唔抵嘅倡議嚟技術，結果你點哦？cái莊主鬼當然會揾也得哈，也同學嘛，如果講捱唔會查，點啊？捱剛剛出來考隊排到500、800，伊馬上幫我挑送1500，就正常半天帶團呢。我第3次我就領1500啦。好，所以有些東西有時候你就得帶團，你就將心比心，把你所底嘅該講嘅安尼講。你就講唔是因我娘教嗰個，我是喺專業邊有吼，都係，但是其實他個人底嘅東西都冇重要，好，有人係真係係專家，好，但是有專家時咧，都把舞台比，吼，係，其實對他個人來講嘛，係一個。然後講嘛，係一個好嘅一個結果啦。但是對人來講，我會發現到講，其實感覺到影響在對人做事啊，話那個對人處事啊件事情，其實係人講佢有彈性，係有個研究嘅咧，嗬。應該啦，有一種50年來我哋合作嗬，同婆婆嗬一調教安尼，我哋就是愛個尊敬也得嗬，你攞人嘅聲音我哋愛聽。好起去了，唔好就調下，你就穿到呀。我呼吸嘅路，我一次都用按你心情的呼吸，按你啦。其實觀眾朋友嗬，即係可能談到件我感覺到，我哋啲研究者嗬，係咪專門做我哋文化推廣嘅工作嘅？其實唔係嚇，而即個本身有民俗，而係啲民俗嘅調教用。我想問一下研究者，當初做乜嘅想要來開民俗？我原來甲本來頭家，伊也做業務經理以後，歸來陸家就接本家就接到個畜牧場。畜牧場呢，我頭家屬泰族、陳族，我就屬祖馬，180個祖馬。我要去學打針短期嘅的。所以在那個當下，你可能你大家攏知，咪攏。養豬不行，水源保護區，所以政府嘅德政就幫同話俺哋離牧畜牧要離掉，但是呢也不能去學事業第2春，所以我哋靠按到鄭州就一個時期你去專業嘅時專嘅時，我就去考，後來我就感覺講，哎呀，差不多點做唔得咧婆婆喺炒點就傳本啊。
啊，餐厅无生意啊，嗰度超市啊，又不能竞争啊。嗰日就讲，迄唔免碌卡吼，3油啊落去啊，来改错做民宿，这一家迄唔迄个房子改造成迎接啊，你的带团呢就有客人，我就去了解啊，就按你进入到上完课带团以后啊，就来开这个民宿，是这样入来到民宿一个事业安尼。可是其实观众朋友，其实我哋咧研究这个民宿伊唔单止係一般的民宿，伊係把我哋客家文化、客家音樂去結合到我哋民宿嘅一種幾特別的一個民宿。還有一節目我哋都同人小姐講，研究這個商業面上嘅民宿，我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所有節目我哋來自闽南研究者同人講，伊係用我去考察我哋客家文化討論人同時，伊嘛開始這家民宿。那第個其實研究者民宿有一啲名啊，叫美生民宿、美商民宿、總政府民宿。係，其實是我當初我想到講幫我哋客家文化嘅同樣民宿做一個結合咯。哦，嗰時節安尼，因為民宿就我同我頭家嘅公約，一個家庭經營的家庭，你一定是夫唱婦隨，希望講我學音樂嘅東西，能夠本我頭家嘅事業度裡，迄個是正強嘅話，夫妻經營之後，伊肯定伊願意，安尼時間俺哋夫妻嘅感情嘛會更好，所以嗰時間我就有想到。我既然我希望唱歌嘅客家音樂，我要學嘅樂器，喺闽南有嗰時嘅鄉音一鄉一特色。民宿呢，民宿有個民宿主人呢嘅特色嘛。我想講民宿主人嘅特色，我希唱歌嘅，我就把音樂又帶入我民宿。安尼本我頭家感覺講，伊嘅事業度裡由我嘅音樂來同人客互動，離一個民宿離唔開音樂，等於就會離唔開一個老家婆咩。所以我嗰時我想講，我轉樂器，樂器行路較穩定音練啊，你嘅技術會音好，聲音會音好彈。唱歌都冇想到，唱歌聲音會停落嚟年紀，音色會。我有受影響，所以我嗰時覺得安尼就我學八音轉樂器，我就同人合作一個音樂嘅互動。早期呢，我又同有請師傅試驗人嘅八音嘅演奏，但是呢，也面對大團體，個付出嘅安尼付出嘅費用用個高度嘅。唔過是面對上課呢，還有人客啲嘅，我就用。彈唱我要學烏克麗嘛，學嘅6年班啦我就彈唱唱客家歌謠，同人客安尼，就互動安尼。嗰就用我哋音樂變成一啲民宿嘅其實，我感覺到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做法。咁將這個佢民宿佢按到人以後，你這個有乜嘅你印象幾深嘅一啲銀行？我印象幾深早期就安尼。有伊個外籍的瑞典的瑞典的伊個寫，就是在寫地理雜誌的人，後來我人哋佢伊來到闽南就很愛民宿。高雄煙草有一個泥火山口，你知嗎？跟泥火山口一來用，我同佢講，唔如我跟他的溝通，會話又沒關係。伊講英文係咪？伊講英文他唔識，伊拿一種地圖，地圖就直接去搜查。以後不如，他要的就是看地圖是。
燕巢啊，写个泥火山口。哦，糟糕，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所以他来的时候，他也都因为伫高雄烟嘛，哎都很爱面上嘛。俺就讲，俺就想到，俺就带伊去哈，夜观山杂志有一个大学生在那里当哈，就是上班的，我就带他去，我说麻烦你跟我讲，因为这个路途到燕巢这个地方是要另外付费，你没处理后来没讲清楚，会引起客诉纠纷。然后你拜托你对讲，要是路途呢，因为有过夜也跟老板娘都同抢伊的鸡行茶本错去，安尼，那就不对沟通，鸡行茶就说要1500块来回，结果他说 no， 伊就安尼啊指着我讲，我去甲导览带去安尼，路啊。我唔捌咯，我不懂得要去怎么去，我就要叫我先生开车。不糟糕，我先生又不会比手画脚，不会沟通哈，两个，那我就坐上去，在车上就跟他聊，他有讲到马祖他下个站我就知道他下站。我说你要去马祖，他说对，他要去马祖。我说我儿子就在马祖，他真的就找到了我儿子，拍照寄给我，而且呢，我带他去那泥火山口很特殊哦。他自己照上去叫我跟他拍个照，就是那个结果他下来叫我上去，还有叫路人帮我先生跟他拍一个照，就打道回府回家，就回来耶，回来以後，某一叫我就接到伊寄來的相片，伊寄來的相片，我來喺馬祖做 police，我就也同來都翕個相的啦，鬼有神嘛哈。結果伊伫英文雜誌拄哩用一下，俺唔知，就過去就來千多人下，我一個人人下，就來了這種，後來來那個那個有一個是地理雜誌的，有住過我們家，有在那個佢都快是開民宿的一個很特例，還有一個特例就是我如果把音樂加入俺的客家的民俗同音樂結合，客委會。也有舉辦僑胞子弟回國來台灣6天5夜的巡迴住宿學習，體驗營的客家文化講下，他們每天一個點寫心得分享，最後一天就南部民就很愛嘅咧，我就邀請給我朋友玩樂器的烏克麗老師多啲，我哋給佢開班呢，他就來就跟他們迎賓跳一下個學生嘅，其中有6個學生嘛我哋都琴都不用搞，因為玩吉他他們摸一摸空弦是什麼音，他們就跟着唱，我就發給他講義客家本色啦還有山歌調啦、米農調，他們很快那一天都玩得很嗨很高興，他們就這樣學客家話，我就利用那個情況就讓他學客家話學會以為聰了沒？你的心得報告就把這個很多同學就說，幾天下來印象最深就是在我愛民俗會講客個玩音樂會快樂安尼。對今日節目地方我都發現到其實研究者係一個你講幾多人同時嘛係幾融會貫通的人因為其實係睇主持我的6對3把個總統劇場的一個記者會的時間。其實都發現到我有啲歡迎佢哋採塔嘅冇想到咧研究者。但是伊採塔嘅其實我感覺同人傳統嘅嗰種開創係冇共樣嘅。你咪同人睇下說明下講，其實人哋開始嚟做客講到總統劇場嘅時間，唔聽用把嗰種新嘅 Q 嘅嗰種東西全部係融合喺我哋呢個總統劇場裏邊咯。也在總統上半年同多人提我拿他個又出來吹，給下你記者會。但真正總統劇場獨立呈現呢，我角色係呢阿 Q 姐。阿 Q 姐當時伊本來嘅 Q 本啊，冇 Q 本啊，就另外伊就在為了阿 Q 姐又在安尼呈現呢一個角色。一個角色咧就我就同阿甘車我呢是小導彈嘅團長謝淑靜謝團長。甘車一個導演林正勳林導演因雖然好多年唔會講客，伊來到米農熟悉填調的時間，伊大量採用當地在地的嗓音，
伊谈到我建议，我讲，讲唔迄本来叫做叫做用口讲的兴奋种时，我想要变换你的方式，也变换方式，我不改变你内度的角色的定位，我呢，我用不一样的形式出现，我会同做起二三十年前吉时节传统闽南歌谣。有伊个闽南语戏剧，但是有出版语民间的出版语的民俗艺团，伊会演一个都按出版语，出版语佢创造就伊个旁头，伊唔单止咱的对唱对啊，伊有伊个旁头诠释规个曲的内容，先用一种的俏皮打油诗先诠释，那呢我就可以用出版语一个旁头来出现。特别歌词，我就可以设计重点，家和万事兴。那呢，歌词前4句我唱，后4句我用呈现的美声的合唱团的唱法。那我用的是民谣唱腔，这样的融入到那剧情的开场白。就是等于讲，你用伊的融合的方法，把原来譬如讲几简单的无如讲尤其像火炉房的宝贝啊，搿种方法，变成伊的其实是最客家文化、客家新的伊的开创。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其实无讲迄好路人，无路去客人啦，无路讲迄讲方言，其实搿种认同客家文化吧，你这个同时，你可以把客家文化去做伊的融合，同时做伊的推广。今日感谢你演曲者来向侬分享安多这个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有闲来闽南了爱快乐的民俗有时下我再听下你现场来运通运通哦。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